我们从过去以来就坚定支持香港人港人争取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人权但是我们强调，我们不会介入那么，我想国台办昨天恶意抹黑的这些不实言论，不仅凸显他心虚无力，那么也更让外界质疑这个中共，包括对台渗透分化这些所作所为，才是他口中所称的不光彩的角色。我想，香港的民主自由发展是国际社会所共同关切的。那么，台港民间自主自发的交流，这本来就非常极为正常自然的事情。那么国台办不明所以，不辨是非，动辄流露反民主、恐民主的反主流思维，对于两岸关系、香港情势毫无注意，也会在国际间贻笑大方。谢谢。